今日第一首要唱的圣诗是305首，305首。我的心神，心神，你着唱歌。咱做伙来，我的心神，你着唱歌。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你有创造天中地，哦罗，尊敬主上帝。第一节，搁一届哦，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唱第二首要唱的圣诗是259首，259首。这首咱较无遐熟，来一届哦，3来，上帝设计上教会。遐是一主一信，同一世吼，那个是同。头前那个里是同属，无共的共一个字就是读起来无共吼。一主一信一世，好，来过一届哦。上帝设计上教会，宣扬好不变传递，做君好事随差异，当小基督做一体，教会地基是基督，定管这不是无情，一主一心同一世，精心不衰团合一。好，这个歌词吼，一主一信，等下咱咧唱的时阵爱较细致的哦。好，来，咱要来唱上落尾这首上用的这首是541首。这首嘛是咱无唱过哦，较无熟的，咱等下唱。我先讲一下吼，伊唱到第2页的时阵，伊遐有
第一届反复，我搁对头来，唱到第二铺表，会搁对头来，吼啊，然后对吼，大家如果看字幕应该还好，但是伊的音无共啦，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摕信息吼。好啊，伊唱到第二页的第一铺表，等下第二届跳第二节，所以音无共哦吼，音无共。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地土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传出去，听着分享，唔通放弃，无机会传出去，对头过来哦，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地土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听着分享，唔通放着，快快乐乐传出去，跳舞哦，听着分享，唔通放弃，无机会传出去。伊的最后是第一届是落来音，啊，第二届爱起哩吼，所以等下咱若要唱这首的时阵，希望大家拢会当摕信息起来看哈。好，咱今仔串两信息到这，谢谢。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斗阵来敬拜咱的主耶稣基督。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大家起立。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阻拦，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滴痕彰显世界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
的爱，彰显释迦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将我的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地痕，彰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恳求真理的圣灵再次降临到我们中间，将我们更新。主，我在此到你跟前，浇奠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冷洗我心灵。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会做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在此到你跟前，浇奠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历经眷顾，逆天家降生尘世，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当我回转，回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啦，咱的主，伊是使咱真理甲活命的主，恳求主比疼痛的主，看顾咱这卑微小块的人。求主你会救阮临到这的百姓，你收赐阮喜乐甲平安，在阮的心中，也愿你的国降临在阮的中间。阮伫天里的爸，阮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是赐平安甲喜乐的上帝。主，你是赐救恩的上帝。虽然阮时常软弱软弱，你却一直甲阮同在。虽然阮有时人心倒退，主啊，你永远无放弃阮。求你听阮的祈祷，主啊，你赐真理甲活命在阮的心中。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得成。愿一切荣光拢归予你。安尼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恁既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请起立来吟唱。请坐，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外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你保守阮的一切，伫阮这一礼拜的久久，会通过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朝见你。
伤阮，月娘袂害阮。愿要靠主你来得胜。主啊，你是真理活命道路，若无你，阮袂通到白遐。求主你来兴旺教会，互阮众兄弟姊妹伫牧师的带领内面，会当顺谈主你的旨意。愿会当完成你伫罗州地区要所做的工，互阮一定会当顺利，工行天路。做主你的爱阮做的事工，主啊，愿阮的性命会当见证你的名甲荣光，互阮四周围的人会当因着阮来得到福气。福音会当遍传，主啊，帮助阮众兄弟姊妹的灵命，会当逐工祈祷感谢来亲近主，互阮会当亲像耶稣基督的香味，安尼来影响着阮四周围的人。愿甘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这是咱拍开成圣诗后壁面课英文第54篇，1097页。我来刻，恁来印。心灵散起来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迄个人真有福气。熬怜悯人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时，咱要来献诗。圣歌队献诗，我认救主，无惊见笑。
这时我来读圣经《以弗所人书》第5章22节到28节。以弗所人书第5章第22节，做妇人人的，要顺服家己的丈夫，亲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做妇人人的头，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总是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人凡事也着安尼顺服丈夫。做丈夫的，恁着疼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也替伊献家己，要予伊成圣，是用水的洗甲道理来清气伊，要将伊献互家己，做阴光的教会，无点、无撩面，迄款拢无，就是圣无瑕疵，安尼。丈夫就疼伊的妇人人，亲像家己的身体；疼家己的妇人人，就是疼家己。以上。这时，请咱起立，咱来坐念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参亲像是讲，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咱要邀请伊这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基督疼教会。愿上帝祝福讲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诗人安尼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兄弟姊妹，当咱伫礼拜日要来到伫上帝圣殿的时阵，咱的心灵有充满着欢喜无？阿免哈！头段圣歌对所吟，神圣诗532首，这首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伫第一段的歌词，甲咱讲，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好胆来干净。这嘛是早期当马街博士伊咧宣教时阵真爱用的一首圣诗，因为伫早期真少人信主，特别受到台湾文化，要信主有时可能互人认为你是陪祖，有可能是你爱拄着生命的危险，有时爱隔断你甲家族的关系，安尼一个足张力、足挣扎的一个心境的中间，总是人要怎样伫这种的环境中间，有缘认救主，无惊见笑。兄弟姊妹，当咱认救主成做咱的救主了后，当咱脚踏来伫教会入圣殿，咱就是无惊见笑。救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因为信耶稣，互咱的心智哪坚强。也互咱的生命对家己的形象，也哪来哪会当活出上帝所互咱迄种的欢喜甲平安。咱当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呼召阮属主你的囝子来到伫主你的圣殿，伫遮来服侍，伫遮来敬拜阿罗。求主你的神甲阮同在，互阮欢喜入上帝你的厝，伫主你的圣殿。来找求真理的话，伫主你的圣殿内面来敲找听的关系，互阮搁一摆会当甲主你建立好的关系，也来思考阮甲教会的关系。献上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每一个人拢有生日对吧？吼，教会生日到底是倒一天？圣神降临节，通讲是普世教会迄天开始来起造教会这种的观念，总是伫每一个所在、每一间教会，拢有伊设立的时间点。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罗州教会的生日是倒一天无？有人讲明仔载。今仔日是6月21号，明仔载是6月22号。要安怎看教会生日？咱的周报来献出你的周报，你毋免献伫第一面。你到伫每一间教会，无论伊是东西南北，周报就是咧甲咱讲起教会历史。所以有真侪人伊有收集周报的习惯，吼，因为周报就是咧讲起一间教会历史。咱的教会生日是明仔载，所以特别我今仔日用基督听教会这个主题，咱来思考咱本身甲教会的关系，也咱特别甲罗州教会的关系。咱嘛透过这个主题，咱嘛来问：咱有听教会无？特别咱有听咱的罗州教会无？咱的教会伫1873年6月22号由罗州教会伫日本时代，伊的名叫做和尚州教会，哈，伊嘛有一个名叫做周礼教会。然后根据马盖普斯伊的日记，吼，咱知影日记是真正加在马盖普斯有写日记的习惯，透过然后的人来甲伊看这日记来整理，再当来了解一寡伊宣告的历史。所以特别叫咱看到，伫1873年2月24号，对一天伊开始就咱罗州伫遮来报道来宣告。伫伊宣告的过程，对伊的日记会当看出，实在拄着真侪艰难。吼，有人甲瑞骂，有人甲伊大声喊话，有人甲伊弹石头，有人甲伊破屎破尿，遮个伊拢经历。总是马盖普斯一群人因悠远一直行，一直行，行庙的头前，伫遐来唱歌报道。伫迄个时阵，其实嘛有人真意爱听伊伫咧传福音，伫咧讲道，吼，检查因感觉伊是咧讲话，伫咧演讲，遮拢好。所以对遮个历史来咱看到，早期咱罗州教会要成立，是怎样那辛苦。伫马盖普斯伫1873年6月22日的日记，伊讲伫即天伊设立周礼礼拜堂，好，伫咱罗州教会。冬季迄天早上个下霜，落霜，好来参加礼拜，约有400几个人。伫1875年，伊的日记讲到，这个日子伫这个期间，伊常常来到伫周礼，就是罗州这个所在来报道，真侪人也咧听道。伫1885年4月19号，这个时阵伊的日记讲到，伫清法战争的期间，罗州教会其实是互暴徒来甲伊摧毁，吼，就是讲这个礼拜堂拢互可能伫即阵互人来甲伊破坏，寸草不留，就是讲无留一项物件，连树啊拢去互撤掉。现在罗州教会。好，伫即个历史的记录是讲，1886年6月1号，马盖普斯伊讲周礼的所在来选择一个所在来建堂，检查就是即个所在。所以即个礼拜堂有脚踏，然后咱看到伊安那写，伊讲伊每一日咧监督每一天的监工。所以对伫今仔日的经文。伊有所说安尼讲，做丈夫的恁着听妇人人，亲像基督听教会。作者伊用丈夫甲妇人人的关系，伫咧比拼基督甲教会的关系。则讲到基督伊怎样听教会，基督伊为着教会来奉献伊的性命。所以耶稣基督伊怎样听教会？今仔日咱一开始。伫敬拜赞美所吟的歌嘛，安尼讲，耶稣为我流血舍身，赎回了我。咱每一个人都是一间教会，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都是一间圣殿。
所以圣经嘛，甲咱讲，咱爱保守咱的圣殿，保守咱的身躯嘛，爱疼咱的身躯。所以才讲到作者用丈夫甲妇人人的关系，伫遐来比拼基督甲教会。教会伫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一个集合，或者是受呼召的人。背后的意思就是讲，一群得到救恩的基督徒，因组织共同来礼拜的这个团体。所以教会就毋是干那一个教派。好，咱是订了教会，还佫有真侪有卫理公会、浸信会，好，即摆嘛有新兴的即个独立的教会，有灵粮堂，等等等。所以教会毋是干那一个地点。好，咱知影讲，伫早期只要是宣教师因所设立的教会，地点拢非常的好，有地，有厝体。咱来看到即马真侪20-30年的历史的教会，拢伫啥物？伫咱台北的所在，因要找一个地较较简单，所以真侪拢伫大楼，无就伫旧的公寓内面，无就是伫犯厝。总是早期的宣教师因所设立的教会，南部嘛共款，北部共款，咱拢有家己的地，拢是一个真水的一个地点。教会嘛毋是单单一间礼拜堂尔。教会嘛毋是干那一个外表的建筑物，教会是蒙主救恩的人会当组织做伙，像咱安尼，伫遮来吟诗祈祷，做伙敬拜。教会就是做伙分享上帝听，无论囡仔、青少年，无论男的、女的，无论商人，无论你年纪偌济，咱彼此来分享上帝听。教会是属灵的生命，彼此结连。属灵的生命要彼此结连，会当透过真种的真侪的方式。有时做伙读圣经，有时做伙吟诗，有时做伙服侍，做伙关怀，做伙探访，做伙聚会等等。吟诗就是一个属灵生命彼此结连真好的一个方式。教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关系。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5章，保罗伊用头甲身躯来披露基督甲教会的关系，将丈夫甲妇人人披露做头甲身躯。好，经文讲丈夫做妇人人的头，总是不要误解了哈。有人感觉讲啊，安尼就是丈夫伊所讲的，咱得爱百依百顺，所讲的每一句话，就是伊就是王，吼，所讲的拢是对的。女人就拢无地位，拢袂当出声。伫遮的经文毋是安尼意思，伊咧讲一个顺服。好，所以指出用丈夫做妇人的头，是咧讲出夫妇之间一种亲密、互相扶持、帮赞的一个关系。所以，因为人际关系中间，婚姻是一个上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用婚姻的关系来披露基督甲教会是遐尼亲密，所以也伫中间指出疼甲倚靠、官兵甲顺服的属灵的关系。接续作者讲，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除了丈夫做妇人的头，保罗到伫32节这段经文，伊讲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所以用这段经文。保罗讲是咧指基督甲教会来讲，所以咱知影这段以弗所书第5章这段经文是咧指用婚姻的关系来指出基督甲教会按遐尼的亲密。所以下面有3点提出甲咱分享：第一，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做教会的头；第二，基督伊牺牲家己的性命；第三，教会爱成做一支荣光的教会。第一，基督做教会头。来，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妇人人的，要顺服家己的丈夫，亲像顺服主一样。要听教会，但先咱学习顺服，顺服上帝的话，顺服教会规矩决策，顺服团契会长、牧师的带领。若有顺服，教会就有处事，
有处事就会和諧，有和諧就會合一。所以兄弟姊妹，要聽大家教會，大聲咱學習順服。咱看到一個樂團的中間，有幾個指揮，一個。好，如果有兩個，你要看到一個。所以指揮、聖歌隊、詩班、合唱團、樂團同款，頭前徛只有一個指揮，檢查有一個副指揮。好，總是一個演出、一個展現的迄個時陣，只有一個指揮佇中間，一個歡樂，一個獻動。所以一個人有一句話安尼講：人若順服，就安那就蒙福。好，咱做伙讀來：順服就蒙福。第二，基督犧牲，然後犧牲來捨棄家己的，捨去自己的生命。咱做伙讀這段經文：最重負的，恁着疼婦人人，親像基督疼教會。也替伊獻家己，要互伊成聖，是用水的洗甲道理來清氣伊。而且講到做丈夫的，毋那丈夫當伊做頭時陣，婦人人順服，有種順服彼此順服的心懷。更較重要，丈夫的愛疼婦人人。你若疼婦人人，自然婦人人就順服你。就親像基督疼教會，到底基督有偌疼教會？經文甲咱講，基督伊為着家己來犧牲家己的性命，所以為着教會來犧牲來奉獻。在這個過程中間，有一個真大的目標，就是耶穌伊要互教會來成聖，要讓教會來成聖。什麼是成聖？成聖就是指有屬上帝美善的品德，人透過上帝的道理甲洗禮，人會當佇中間來得到悔改認罪，悔改認罪，生命就得到潔淨。好，人講啊，咱生命要哪得到清氣？敢是用水洗你就得到清氣嗎？如果干那表面會洗禮，總是心若無得到洗禮，猶原人佇罪惡的中間。所以悔改認罪，互生命來得到潔淨，這就是一個成聖的過程。人有認罪悔改，教會煞會當佇中間，也得到潔淨甲成聖。因為教會是人所組成的。那什麼是悔改？悔改就是人的生命歸向上帝。本來你的面是你的臉是背向上帝的，但是悔改是互你的面來向上帝。第三，做陽光的教會，咱做伙讀這段經文。做陽光的教會，無點無照面，迄款攏無，就是聖無瑕疵。教會要怎樣來成做陽光的教會？就是人接受上帝的道理，人佇眾人甲上帝面前來承認家己的罪，然後願意透過洗禮來表明伊是上帝的囝子。所以這就是一個人有悔改認罪一個行動。所以悔改就是人離開罪，然後改變你生命的方向。本來你是背向上帝的，那個方向轉向了。你轉向基督，所以佇禮拜中間，咱看到有透過吟詩、祈禱、讀聖經、聽道理、奉獻，人會當深深來省察家己的內心。就那像詩人所講，伊講上帝啊，求你監察我，知我的心思，試驗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無。帶我行永遠的路，所以透過一場的禮拜，這個聽書，唔是干那，咱唔是干那一個表面，吼，干那佇遐照聽書，安尼一項一項安尼做。佇迄個中間，對一開始的吟詩，然後詩會接續有一個宣調，吼，
敬拜什么了？其实还有一个钢琴的序乐，伫迄视觉的中间，就是咧，互咱恬静咱的心，祈祷。对伫头拄咱所吟敬拜赞美所吟的诗歌，咱有啥物感动？咱伫即个钢琴的序乐中间，帮助咱伫遐来省察家己。然后接续诗会的宣调，宣调毋是干那读的过去尔。伫宣调的中间，读的甲听的人，将上帝话进入咱的内心，用祈祷的心来领受。所以透过一场礼拜的过程，个人的生命来得到洁净甲清气。所以有时咱是陪重担来参加一场的礼拜，检查咱的心情真郁卒。感谢咱的身体灵魂感觉真亚神，总是透过礼拜在整个过程了后，有时咱会感觉咱好像受到了一场心灵的洗涤。好，有时咱感觉礼拜了，咱感觉咱身心感觉真轻松，因为咱伫中间透过咱自发性的吟诗参与礼拜每一个这个内容的中间，咱的心得到开阔。咱的重担得到卸下，咱的罪得到伫遐咧认罪。好，咱所做，你感觉你有真侪遮的有问？咱伫迄中间，透过吟诗嘛是一个祈祷，透过读圣经，咱的生命甲上帝结连。所以，当个人的生命来得到清气洁净了后，教会团体嘛得到洁净甲清气。所以，安尼教会就行阳光的一间教会的道路伫遐迈进。兄弟姊妹，检查人感觉讲，真侪人感觉讲，伊想要敲出一间真完美的教会吼，完全，然后感觉好的。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人，伊就就是去每一间教会，伊就要找到。伊想要找到一间合伊心意吼，互伊感觉真舒适，感觉好诶，感觉完美的教会，所以伊就逐间无共款的时间哦，每一礼拜都去无共款的教会。终于有一天，伊到某一间教会，互伊感觉讲，哎，对，这间就是我要敲找的教会。哦，这间教会看起来真的完美。所以伫礼拜三，伊就找教会牧师伫遐谈。哦，我想要加入恁的教会，因为感觉恁的教会，互我感觉足完美。结果，这个牧师甲伊讲，就是就算这间教会本来是完美，嘛要因为你的进入，嘛要因为你的加入，这间教会变做不完美了。好，因为咱人拢是有罪。好，就算本来是完美。慢慢因为你的加入来变做不完美，所以伫这个地面上其实无一间完美的教会，连一间拢无，因为咱拢毋是完美。完美的教会伫倒位？完美的教会在天上，在上帝国。好，所以这个故事嘛，互咱一个启示。其实咱人是无完全的，所以伫遮咱要怎样来听教会？你有听教会无？教会其实无分，吼！你讲有听教会无？你去到倒位礼拜，迄个所在就是一间教会。你有听教会无？总是咱每一个信徒爱有一个归属的地方。那亲像咱的家、咱的家庭，咱譬如一个囡仔，伊长大的过程，伊知影伊读册了后，伊要转去伊的厝呢。如果你甲伊带去，今仔日要去阿姑因兜，今仔要阿姨因兜，今仔要甲你下伫阿嬷兜，今仔要甲你下伫朋友因兜，伊会变做一个无安全感的囡仔，伊的性格嘛会变做扭曲。好，伊转去知影伊要转去厝里，有看到伊的爸爸妈妈、伊的阿公阿嬷、伊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迄是一个家。所以共款，咱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属伫咱有归属感的一间教会。在座咱每一个人拢是属伫泸州教会，你有听泸州教会无？透过今仔的经文，咱来问咱家己：如果你若听这间教会，安尼咱要怎样来听伊咧？听就是伫教会需要顶面来看见你的责任，所以听是带着一个责任，那亲像婚姻共款。
因为爱，责任在。现代基督徒其实咱唔免为着教会来受鞭挞，来受劳悔牺牲性命。咱现代基督徒真属实，咱看到早前一开始所分享的马街，伫咧宣教、伫咧设立教会的过程，是遮尔啊辛苦，爱拄着遮个生命的艰难。就是咱现在基督徒，咱只要采取几个实际行动，就会当来表达咱对教会的疼。投入你的时间，投入你的祈祷，投入你的才能，投入你的感情，然后你伫你所归属的教会伫遐来做礼拜，伫遐来服侍上帝，为这间教会来奉献，受栽培，伫遮来长大，更较重要，为教会来祈祷，将你的身躯，将你的心。下伫这间教会，这就是听教会的一个表达。献金、献心、献心。来，基督徒3线是哪3线？来，献金、献心、献心。检察咱来讲，我着献金就好啊，我的身躯嘛免来。我着汇款。这个疼，检察又疼。总是伊无法度身体力行，当作活祭来到伫教会服侍1/3的疼。检察有人讲我献心就好，我就拢来，我嘛免献金，我嘛免献心，嘛是1/3的爱而已。检察有人讲我就献心就好，恁的礼拜我的心与你同在。有一句话讲，你的身躯若无行到，你的心就无到。迄嘛，干那1/3尔，所以咱要诚做一个完全听教会基督徒3献：实献、献金、献心、献心。我相信，只要咱的所行合伫上帝的心意，万事就会互相效力。无论好事歹事，拢伫中间彼此诚做咱的学习。教会。咱的教会行过147年啊嘛，到今147年，伫这个147年的中间，也有真侪故事。这个故事，检察有欢喜，检察有感谢，有咱的回顾，有咱的笑脸，检察有悲伤，有逆境，总是这个拢是真真实、真宝贵，拢是要互咱的生命。灵命来得到成长的机会，总是更较要紧的是，这个事拢过去了。伊咧见证一项事，就是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所以现在咱更较要紧的，就是展望教会的未来，把握现今咱所会当做，然后展望未来，咱来为着教会的未来来设想，来做梦。来关心第一，这个未来有可能是包括外在、内在的起造，包括教会的建设，包括信徒灵命的起造，包括人才的培育训练。伫礼拜宣教关怀传道等等的事工顶面，会扩展甲更新变化。所以，一间教会要完成上帝工，必须爱整个的团体。每一个团体，咱的中职，咱的每一个团体，同心投入，同心参与，然后人人会当抓做圣工，抓起造教会来做你所应当的事，也抓做你所着尽的本分甲责任。安尼，教会才会当来完成上帝的工。所以，愿上帝神帮助咱，带领咱。启示咱罗州教会的现在甲未来，也激励咱会当更较听主，更较听教会。当马街伊拄到伫台湾的时阵，伊伫伊开始要做事工的开始，伊有做一个誓约。伊讲：咱做伙来读来请，我再一次与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
我所选择的地方被你差用，愿上帝帮助我。这是马偕来到台湾一开始，伊所立的誓约，伊的誓约会当搁一摆来感动咱的心，就是伊检查会当有好的选择，留伫伊的国家，伊绝对有真水的发展，真有名、有成就，阳光曝露，地上的权势、权力、地位、名位、金钱、财富，伊检查拢会当完全来拥有。总是因为伊疼上帝，所以伊会当明白到上帝对伊的呼召，就是爱伊到伫一个他乡的所在，伫遐来疼迄个所在的百姓，疼迄个所在，迄时无教会，伊爱起造教会，起造教会，互人会当伫中间来受到上帝的疼痛，受到这个大船的保护，来领受到救恩。所以这个立誓，伊讲我一生也要伫遮，我所选择，伊选择落去，伊就无后悔。然后伊要互上帝来采用，伊嘛求上帝帮助伊，因为伊是软正，伊是土粉所做的器具。兄弟姊妹，这敢是嘛会当成做咱的一个誓约，咱甲上帝誓约。主啊，我的生命奉献到你，我一生就无回头，到死。我拢要尊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也要互你来采用，愿主你帮助我。信仰是无回头的路。当你卡达礼拜伫教会，就表示上帝神感动着你啊。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检查有人的关系所以咱讲来到伫教会是要自信看倒位，自信看耶稣，自信看上帝，自信看世界。咱来看人，咱会跋倒。那亲像圣诗所讲的，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话句话哪听主。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哪句哪听主？要行长期的信仰的道路，是爱靠着意志力，是爱靠着突破种种的艰难。哪句话哪听教会？这是我家己加入去哪句哪听教会？有时咱的野身、服侍中间有疲惫，有真侪遮的精神挑战，总是愿咱拢没有忘记，咱伫起初怎样受上帝拣选，来到伫伊的家，伫遮来认捌伊，伫遮来服侍伊。咱做伙用这首诗歌，你是祝福的管道。这首歌跟咱讲，你已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那地上的人，地上的万族，也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归向上帝。我们一起来唱。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归向你。你被神所拣选，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归向你。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敬拜你。你已被神所拣选，
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敬拜你。咱伫妈妈的腹肚里面的时阵，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们那未成型的体质，上帝他已经看见我们了。上帝嘛已经当咱伫妈妈的腹肚里面的时阵，咱还未成型的体质，上帝拢已经看见咱，咱将来会变做什么款？咱将来会成做，是不是会成做基督徒？拢已经伫上帝的命定，伫上帝的竞选里面，兄弟姊妹，咱要有这个决心。好，这个决心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权伫咱的生命的里面。伊早就已经竞选咱来成做伊的百姓。好，早就竞选咱会成做罗州教会的兄弟姊妹。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咱做伙听罗州教会。咱个做伙来吟，你已被神所拣选，就是甲咱吟的时阵，兄弟姊妹，咱伸出咱的手。咱彼此来祝福，你手唱的你边的人，这个表示一个祝福，将祝福送给兄弟姊妹，让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咱做伙去。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敬拜。咱全体请起立，咱互相面对面，正边往倒边，圣歌队嘛，咱所有会众，咱人来祝福，愿咱的这个歌声会当成做彼此，激励咱来听主，听咱的上帝，听咱的教会。你已被神所拣选。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敬拜你。你已被神所拣选，你被神所拣选，在主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到主面前跪拜你。来，咱将咱的这个祝福藏到伫咱的心内。咱这时阵，咱来为教会祈祷。咱请坐，你的手悠远放伫你的心的所在。咱为着咱的罗州教会特别来祈祷，求上帝互咱的罗州教会明仔载是教会的生日。咱为着伊来祝福，就亲像咱咧祝福人同款，咱嘛祝福教会。祝福就是一个开力，祝福带来影响力。咱求上帝互咱的教会有一个重新水的一个开始，人甲人之间的隔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打破，咱嘛成做一个合一听的肢体的兄弟姊妹，咱同心来祈祷，咱会当出声，咱嘛会当静默，咱求上帝，互咱的教会，互咱大心成做祝福的管道，煞会当将这个祝福的气力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咱有气力来祝福人。然后，咱的教会就充满祝福的气力，充满着这个温暖、听、合一。然后，咱的教会会当伫这个社区来展现光甲阳的气力，当成做一个宣告有力的教会。咱把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的顶面，咱同心开嘴来祈祷。
现在主上帝，阮献上来感谢，我们为着阮的泸州教会来祈祷。主，你听泸州教会，主，你140几年前，你就让马街博士来设立阮的教会。主，伫这个中间经过遮尔长的岁月，主啊，教会有真多变化。主是这样的变化，拢搁一摆伫咧见证上帝，你是主，你是教会头，恳求你搁一摆，让阮的教会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疼痛。主，互阮真做一个祝福的管道。主，阮感谢你，就是的。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何等的荣光，会当来真做泸州教会一份子。因为当阮看见早前这间教会是由你所差派一位外国人马街博士，搬山过岭，受到真侪遮的艰难，来到这个所在，来设立教会，来传福音，甚至是险险要赔上伊的性命。主，阮感谢你，因为伊的努力，经过140几年，有最侪传教者。有最多的长老执事，最多这的信徒，同心合意伫泸州教会来起造这间教会，到达147年。主，阮感谢你，其中所经过最多故事，阮知这拢是咧见证上帝，你是主，你是王，你是阮教会头。恳求你搁一摆，互阮泸州教会有重新的出发，人人意爱听主你的话。佮顺服就蒙福，互阮来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会当互教会整个来得到成做一间荣光的教会。求主你帮助阮，听阮众人有声无声的祈祷，拢是出自阮内心，因为主你的拯救，互阮有安尼听教会的心，互阮为哪久哪听你，哪久哪听教会，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请起立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259首。水。
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这是咱拍开咱的圣经，正面咱来同齐来读金句。咱来读台语一遍，请要将伊献给家己，做阳光的教会，无点无撩面，迄款拢无，就是性无瑕疵。以弗所书第5章27节。这是我来报告，毋知有啥。点半伫1楼要举行同心团契6月份的，请会友会员踊跃出席。第2项。下晡1点半要召开教会事工研讨会，请中职同工各团契的会长甲辅导致意来参加。下晡1点半，请自备和会手册，好，和会手册爱记得查来哦。第3项家庭探访，伫个6月23日，就是即个拜二暗时7点半，咱要伫咱中川兄弟会家做家庭探访，但中川兄弟有伫现场无？咱来熟悉一下。好，咱伫遮邀请大家来去甲伊的府上来甲因关心，来探访。好，请坐。好，第4项，乡里团契伫个6月28日要去淡水半日游。哦，因为咱报名应该是超过40几个啊。好，若有要报名的，再去找会长看卖。哦，不接受报名了，已经额满。来注意一下哦，6月28号有报名的人，1点20到1点半的中间，伫个泸州的区公所集合，咱1点半要准时出发。好，会记得1点20集合，伫个泸州区公所。中间上午的团契的例会会暂停。好，下来第5项，青年甲少年的团契，伫个8月22日到23日。要做联合地宣的音乐营，地点伫个宜兰古教会。
五节，不是五角，五节教会。哦，好，感谢主，五节教会。单工报名是1000块，包含体验，个保险门票、车资、餐费、住宿，真俗。家属也是会友要参加的，嘛是会使2000块。伫个今日报名杂志甲余信的弟兄报名。余信伫个咱的音控室，会记咧找伊报名。来，第6项就是儿童的暑假儿童营，平安喜乐。哇，听讲报名真踊跃昨拜四门还袂拍开，教会门还袂拍开真侪家长伫遐咧排队。有报名的应该是原来10几啊，若有想要真正想要报名，再找校长问看卖若不迟到不早退，报名费的保证金300块会退行。来，搁一届来报告中职训练，7月11日拜6的上午9点到12点半，中会举办的中职初阶训练，敬请中职同工会当报名参加。伫个大长亭教会，好，搁来就是欢喜的事，咱的英庆姐伊的第2后生明龙，喜获一子，6月初9，哇，伊搁升级做阿嬷甲阿公，对无？咱来学乐伊，感谢上帝，祝福母子平安。再来就是新委会长，同新委会长伊的后生彭廷成，6月18号嘛是赶快产下一个可爱的儿子，好，感谢上帝，母囝平安。会长有伫咱中间无？可能咧无闲，下晡的聚会来，无要紧。来拜四的读经班，早起10点，咱欢迎新会友、新的慕道友，也是兄弟团契，有时间的人拢会当来参与伫个咱教会10点，每礼拜四10点。拜四暗8点，咱会举行家庭礼拜。欢迎咱众兄弟姊妹，若有需要安排，甲秀兰长老来联络，甲秀兰长老联络。会议报告甲带导事项，咱请家己来过目。愿咱伫个日常当中祈祷的时，会当来为这需要带祷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游玩要欢迎郭美玲姐妹有来甲咱中间。有来无？还是有好，来，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请坐。伊顶礼拜来，就家己来找教会，顶礼拜就进入教会来听讲道。今日又搁来，真欢迎，这是上帝所拣选的，愿上帝祝福。牧师要来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咱的迄个儿童营这几年拢有办这个夏令营伫礼拜6这家长，咱教会门还袂开，外面就排家长，排规个家长要礼拜报名。有的家长佫先敲电话来问，甲我讲，伊足惊困袂去，因为他要怎么样，要帮忙报名没有报到他会很怎样。伊就有责任安尼所以毋茫咱家己教会主题会当用来参与这场这个儿童营检采外面的名额已经10几昨拜6报名已经40几个，一个透1点钟尔就安尼来报名总是互咱的主题咱的兄弟姊妹家庭或者的囡仔会当有机会来参加所以咱也会当较当来问迄个儿童主日学，这个老师或者是校长以上报告。感谢牧师。这时，咱来吟马变诗，圣诗541首，咱请起立。吟诗带请牧师来祝祷。将名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名传出去，无论透风落雨。将名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名传出去，无论透风落雨。
跳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就命跳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就命跳出去，将命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当流露，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当放弃，把机会传出去。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恁着平安出去。愿主上帝，互恁伫路中拄着想袂到的欢喜。基督耶稣陪伴恁，圣神扶持恁的一生。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灭道避讳。